恰卡步。一切拢总过去，我心搁来想你，爱你的心也一定袂记，一定无离。过去我真真正正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我言甲卡意。如你伤你心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我言甲卡意。如你伤你心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代志应该袂遮尔严重，人是电影害，甲你无关系啊。郑兴是要来报冤仇的，伊无遐简单就放我干休啦。唉，人讲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咱会用放弃遮所有的一切，咱会用来去山顶。想慢啊！迄批黄金，什么人？是我啦。你继续讲无要紧啊。我拄啊好真就听讲黄金。志奇啊，你是准备要甲我讲黄金的下落哈？你以为讲我唔知影你心肝底咧想啥物？无要紧，我唔惊你唔甲我讲。你想要创啥？你若唔甲我讲黄金下落，我就将你心爱的人头赶来。我甲你讲有志气，我无啥耐心，上好是讲，啊若无我就对你无客气。我黄金是伫咧柜上啦。嘿嘿嘿嘿，真好。那我行到这个所在，是啊，我感觉这几天实在发生遐一个代志有够奇怪，哪会所有的代志拢伫咱四周围伫咧洗，洗袂煞，煞咱拢袂当掌握。我知啦，一定是发生真多不幸，你心情才会这么乱。其实我嘛同款，离开厝的了后，遭遇着这么多代志，互人受拢无。小兄，你敢相信人死过会当活起来无？根本就无可能。假使人死哪会当复生？我还是足希望，阮阿爹甲我的小妹，伊会当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其实我嘛真矛盾，我本来就是恰卡无，就是杀死阮的娘的凶手，但是即马，这一定是误会。谢家无，伊根本就无共有。剧中有曲，曲中也有剧。是非冤曲总是有天理，恰家无若是有心虚，哪会伫遮甲你来高高甜？好，抓着吼，抓着好，搁再吼，吼，恁两个人搁伫这个所在欺骗我，哎呀，傻的！你甲我看卖咧啦，这两个人，我爱食金蕉皮，死断啦，傻的！透早心情哪月定，毋知啥代志，一直惊。原来是两个人约会伫山岭，若无教训伊，毋知影检正。哎呀，到底是了袂讲啥啦？啥拢袂讲啥？哎呀，今日是，哎呀，小叮当啊！啊，恁两个啊斗阵就安尼斗，你是毋惊互人甲你笑心啦？知。好啦好啦，当时咧吵什么？我要先失陪。安尼，等我一个，等我一个。哦。我看你们走对着去。哎呀，上良少安老啊，其他人陪你要大路的。是。哎呦，小叮当。
杨少安，最后你也是爱落在老母的手。好咯，边洋边欠去，一步15事了记。唔信世上无天理，恶人自有恶人治啊！恶人治。今日我落在你的手中，要大要刮输在你。有欺骗，也不过你放心，也未证实你的身份真正，老夫袂抬你。无对，太祖的身份嘛有关系到一笔的宝藏。你已经见过赵公啊？真可惜，已经死啊！更加可惜的是，自玉说案会合，伊无言目睹。家厝若是证明讲我是太子，你敢会杀我？杨少安，只要你肯跟老夫合作，帮助老夫取到迄笔的宝藏，老夫自然会了你一条生路。因暗主事，老夫就要解开说案之谜。但主持一个，画光透过这个说案，照在太子身上，太子身上就会显出藏宝图。虽然有这个说案，也无欠一项自玉的。当然需要自玉配合，才有法度通看出全部出来。也毋过有这个说案，至少会当看出太子的真正身份。假使梁少安若是真正是太子，那呢我伫太师府又搁是算什么呢？对，我绝对袂让这桩代志发生。哎呦呀！啊！你是安怎想？舅父，我不懂吼，忽然间痛到要死，我先告辞啦吼。实在是有够无路用。嘿嘿，想袂到你这款人会不这有良心哦哈！我唔知，若无去啥，我绝对唔知。目标，什么人免想要走？你唔通误会啦，你千万吼唔好甲太师讲，我求你啦。今早无白虎。来，快叫小叮当，对这边来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人去救走伊啊！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！讲非常的高调，我不是在对手，人拢去救走伊啊！人抢救走去啊！拢是梁少安引起的。人抢救去啊！真正叫你调虎离山之计。对，是。小安领主，我看你是去同伊等问者。阿无啊，你要安怎？我来去引操有太顺引起的人，你赶紧走。是你。有志气的，你若讲唔讲出黄金的下落，就莫我对你无客气哦。李英，这是咱两个代志，你
你何必连彩云也甲拖落水？你先甲放开，我自然就会甲你讲。好，我将伊先放开，看你要讲唔讲。志气，我问你遮侪摆，你黄金的下落拢唔肯甲我讲，我相信你一定有你的想法，你莫甲讲。这拢无重要啊！你先倒转去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倒转去。哦，有志气啊！你还未讲出黄金的下落，就要叫伊转去。我甲你讲，你若阁唔讲出黄金的下落，就唔通讲我对伊无客气。哎，赤脚步，你比你才敢对？敢唔对？为镜头。厉害，你确实会先机妙算。我若先机妙算，我哪就走较飞咧。这一切拢是天意，意思就是叫你一定爱改做先，唔通阁做恶。你这个砍头砍面的，你三番两次破坏我的代志，无你到底什么人啊你啊？后边呢，你应该真清楚，甲太师做绝对是无好的行情。我看你还是乖乖归顺，我保证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点去，无好下场的人，才是你这款欺师灭祖的人。哼，你到底是啥？赶紧显出你的真面目给我看！你也无够资格通看我的真面目。讲话这么夸口，我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？这条蛇，我会加倍讨回来。嘿，赤脚无啊？哪会干那你一个？其他遐人呢？你敢知迄条白云甲犹太师甲我入家，你互我咧走无路，所以我才用调虎离山计。你是讲奇怪，迄太师哪能无入来哈？根据我的判断，若是无毋对，太师一定是带另外一批的人去约到迄梁小安因三个。那呢？因三个人走对什么方向？我交代讲叫伊去你的所在啊，去我的导演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我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行好嘞，行，安尼吼，行好嘞。哎，好啊啦，嘿，我也毋是偌严重，毋免安尼直咧照顾我。小安兄，那呢你会喙焦袂？小叮当，你去捧一杯茶来，互小安兄啉。哈，你才叫我，你真好胆呢。我小叮当伫咧，互你叫的是无？这人恁若看大哭大悲呢，我也足拼的呢。那这个工课，互你去做就好啊。像安尼，你老咧，我甲你陪伴就好吼。对，你是知影什么的啦？小安兄伊的伤就好也袂离，我是一个有武功的人，互我来照顾伊就好啊，你去啦。你就是你有武功，你就真挑歹呢。那你就拢唔知影，这人上都是赤脚无头叫啥样呢？莫讲二难十上，刀伤算什么话？讲到刀伤，我上内行，顶港出名到下港，我成就无数全部放，我一摆我救过100外人。两位唔通阁冤家，小安知影我家己的身体，我的烦恼是赤脚步，你着爱听详细。唔知伊会有甚物长底，安尼。杨小安，是你做。太师，你想要赶尽杀绝？我并无想要赶尽杀绝，只要你乖乖对我倒来太师府，老夫保证绝对袂伤害你。这人好，连因两个都要无命。你免怎做吧，除非你先通过我这关。小等下，恁绝对毋是伊的对手。这个太师也是由我来对付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用你三番两次来跟我作对？哎呀，是你！老夫又果然，你果然就是刘公身边的对手。真纯情，真好真好，既然你已经显，
安尼咱的代志做一个了断。金条，河生水，水生金啊！原来如此，遐个迄批黄金就是藏伫这所在。大家，我给你两万万。原来黄金藏伫个遮，就干那你才有法度想这办法。我会安尼做，拢嘛是为着你。今仔日若毋是伊拍即种，永远无人知影讲黄金就是藏伫个即个条仔内。哎，有志气，你有影有巧，把黄金藏伫遮，但是即摆已经无算秘密啦。互你知影也是好啦。会长吼，今仔日咱爱做最后的了结。好，了办就了办，别来。规定黄金控制条啊，袂去走，就互伊两个人互相赞成。我见我来做一比一。天灵灵啊，地灵灵，我赤脚步用解明齐天大神来显灵。哎呀，所有妙好，起动啊，起动啊，紧嘞，你看。撞着死鸟鼠，毋是我功夫练透机，大家尽力志不移，毋知如何路会步棋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，我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有志气啊！这是你自吹的。有志气。来，我甲你讲，我希望讲你赶紧将这黄金的送去互朝廷，要若无，你绝对会惹来杀身之祸。这我老早就有觉悟啊。人讲菜通食菜，菜卡死。唔管讲我偌秘密，将其买，伊愿会去互官府的人知影。老早我就想要不归原主，因为我无机会。到这来啊，你也已经知影，好啦，我就教你来去自首。安尼真好。赤脚步啊，若要掘这黄金，我看这就要交代你哦。这你放心啦，我只要阮小叮当来甲我处理，绝对吼真好势吼。师，那你即个找着人，找着我算你妥当，莫讲偷水师傅啦，啊，甲偷讲我朋友啊，哎哟，我著规牛车。安尼就互你做哦。志气，你今仔日会当安尼做，我真欢喜的。你做入去，无论偌济年，我拢会等你倒转来。真是的哦。我听到你这句话吼，我已经心满意足啊，都是讲的白4点要甲咱用白，我哪会找转来见你最后一面？真正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对咯，人别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啦，啊，人我所交拢有情人终成罐头啊。此事暂请告段落，希望后天会转好。暂别只为感情所，茫茫前程要如何？啊，罢了啊！有志气，来，过去安尼，我先带你来去官府认罪啊！小等，啊，彩云啊，这句互你保管，看到伊
无敢若看到我共款。司机，囝。水果牛啊，我是你的小姑姑，你乖乖听我，我就看看啊，来，来，完了，原来是你，你爸，想唔知你，我突然我的囝，名声走透透，你若唔出去，我命你我告你。你讲，你既然认出我的身份，你还是乖乖顺从，乖乖听我的，我就开始啊。你这小杂某，竟然敢摕家刀甲我砍，你一定无想要我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的故乡，你正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穿衫，袂讲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的故乡，你正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？